北区呢，目前是全台南市密度最高的，目前50座的邻里公园里面就有建置了15座的特色游戏场，所以我们打造的是分不同年龄层，来让我们北区的小孩子到各种的游戏场来做体验，所以我们把它定位为北区就是孩子的游戏场。为什么呢？因为密度是全市之冠。我们华德社区一共有6座公园加一个棒球场，那这是其中的一块，是最小的一个公园。居民每天都来这里跑步啦、运动啦，然后就是我发现的器材有一点比较少，那么于是我们就创立了这个南百的渔网，它是想说要以前纪念渔翁，代表着是说他们会怀念以前抓鱼的时候。下课的时候或者刚好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小朋友过来玩，或者下课的时候家长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运动，然后多攀爬，做不同样的伸展运动，这样子对他们的整个感觉统合或者大肢体的活动运动，其实对孩子来讲都很大的帮助。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华德公园是北区目前为止50个邻里公园中间的一个，那陆陆续续公所已经在许多邻里公园争取到中央的补助，加上地方的配合款，来做出一些特色游具，然后把一些邻里公园优化成为特色公园。而且不仅是如此，也有鉴于有一些特色公园原先做的譬如说缺乏遮阳设施或者缺乏一些安全设施，我们都加以优化、加以安全化，让这个特色公园不管是有太阳的时候或者没有太阳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而不是大家只能说平常阴天可以用，那出大太阳的话就不能用。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特色游具可以变成全龄化、全时化，让大家都可以来。那未来呢，我们将这些特色公园也可以加以，譬如说夜间的照明或者是安全设施监视器把它做好，那让家长在下班的时候5、6点、6、7点，甚至7、8点的时候，还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特色公园玩，让特色公园发挥更大的功能。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7月18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台南市风台造成大台南将近2000起的电火条倒去，大约30万户停电。经过台电人员11天无眠无日的抢修，台南市总共全部恢复电力。市长委托陪同总统赖清德到台电新营服务处来慰劳台电员工，除了颁发工班、应有的奖章，并致敬加菜金，感谢抢修人员的辛苦。总统赖清德18号下午，伫市长黄伟哲甲着台电董事长的陪同，来到台电新营区营业处来慰劳台电的员工。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台南市风台造成的伤害，会用的讲是台电在职的同仁毋捌当过上严重一届。经过12天全力来抢修，总算互台南地区全部来复电。12天的时间，动员了所有的同仁，到目前为止，台南市已经所有恢复供电。但是因为刚修完的电网，事实上会有一些比较脆弱的地方，尤其台风还会来。所以我们会保留一些资源的工班，继续留在台南，协助台南跟新营2个区处做后续的复原工作。那尤其是接下来周末这个台风如果影响到嘉南地区，我们还会持续动员工班，来将整个供电的复原工作持续做好。经过12天无眠无日的抢修，现场的工班嘛分享抢修过程的心得。对一开始居民的谩骂，到后来对台电人员的感谢，其中上唔甘的，就是抢修人员牺牲着甲厝内人陪伴的时间。剩的2个查囝，真侪工啊，拢无看，真正感觉真委屈。毋过呢，伫我抢修了，送电成功完成，百姓咱的民众拢有电啊，咱看到咱的大人囡仔满面的笑容，我感觉我一切努力。拢感觉做有价值的，希望能够
在这次的台风，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辛苦之后，能够提升我们的薪资待遇也好，人力机具或者是施工设备，甚至于说遇到人身事故的时候，能够让家庭没有后顾之忧。最后，也感谢各位，希望大家能让我们这群在黑暗中带来光明的外线人员多一点掌声与鼓励，谢谢大家。李总统赖清德伫个致辞时嘛表示，这是伊伫个风灾以后第3届到台南，对着台电人员全力来抢修。过去一直唔敢来叫了，一直甲全民福电才来。一方面对着工作人员的辛苦表示慰劳，同时嘛感谢这群台电的影响。对着员工的诉求，总统嘛要求经济部甲着台电董事长要来全力配合。公而忘私那孩子都没有见面嘛，8天10天都没有见面完全是为了要尽速能够恢复供电。那我觉得台电几十年来打下这种工作文化，还有每一个人公而忘私，那种全心全力恢复民众用电那种使命感，这个是台电人的光荣，也是赢得台湾社会一致肯定、感谢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我非常乐意刚刚我们同仁提出来的各种需求，我希望台电总经理董事长、总经理跟经济部里面大家好好来讨论怎么样给我们台电的员工有进一步的保障，不管是工作期间，或者是说如果有什么意外，怎么样来保障他们。那么甚至于我们的台电的这一个基础设施，怎么样来提升、更新，然后能够更加的进步。现场赖总统除了颁发台电甘颁的英武勋章，并分别签下台电英雄、公民大赛、甲着披风超人等鱼并递赠加菜金，表扬并感谢抢修人员的辛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对风台高塔也是不断有地势强降雨嘛，耽误着青都在区本色时停，以7个龙山里为例，虽然这阵公所派车动员人力达工清也是清不完，里长吴文才嘛烦恼天高这个爆发，所以公布里来里面来领消毒水，赶紧做好巡道清山。另外，里来2家场被倒来电火条弄甲密密麻麻，对风台到大拢无修好，到记者查个为止是13天无电，加上2家受惊，产量只剩1/4，损失超过将近300万。风台过后，一拄着好天，7个龙山社区就对早到暗达工清，在后回顺的加雨本色。不过到17号为止，公所也持续动员脚踏车、本色车加清洁人力。里长吴文才表示，本色量已经真歹估算，清洁连本色车后道拢卡卡，也需要人力排除。无赶紧清除废弃物，第5个烦恼天高这爆发，所以里长嘛伫活动中心放送分发由卫生局所提供的消毒水，呼吁民众巡道清刷，大家拢爱相当配合来维护环境清洁。来伫咧内底面无蚊昨就有看讲蚊入去，安尼是毋是就是伊安尼风台过来会较有？自风台较近咱一直咧清粪扫，真侪义工，佮脚踏车啦、垃圾车拢完全拢无停的，逐工都无停，拢一日清到暗啦，嘛是惊讲登革热会爆发呢。阮卫生所拢有喷消毒水迄个漂白水，来互大家领来厝前厝后压的安尼。
27个月受灾户已经陆续恢复水电，厝顶嘛已经有义工团协助看篷布先渡过难关。不过伫路边的市街场被长期的5支电火条直接猫落去，不止损失惨重，到今已经13天也无电。业者无奈讲，敢真正找总统才法度。鸡卵的产量嘛因为鸡仔着惊，对一天40箱到剩无到10箱。这偌久啊？叫袂来呢？啊，人捌咧讲，讲啊，无你伫迄摆倒个，人讲人安尼讲，啊，你伫我看你伫迄拜托个先得啊，讲安尼啦。一天有40箱的，即摆一天剩无10箱啊。对啊，所以我损失是算较严重小块。补肉粗估应该2-3包走袂去吧？安尼啊，对啊，对。啊，佮加鸡仔本身的话，希望2-3斤只加起来应该300几吧。看到到现在也维持受灾当时的情景，农民无奈只求有合理的补偿，好好规划。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位伫安南区的安庆国小棒球队，拄仔伫台南是数一数二的绩优，嘛是红叶巨人杯3连败队伍。不过球队现况上届需要的是太原老旧的交通车。对此学校整下家长会甲企业等各界资源，将伊诞生28年来第一台全新的交通车。18号校方正式举办捐赠仪式，场面相当温馨。安庆国小棒球队民国85年成立，是安南区唯一的小棒队。多年以来，征战大细比赛，除了是台南数一数二的绩优，嘛是红叶小巨人杯连续3连霸。不过经营一个球队无简单，一当100万走袂去。在校长去年8月就任以后，嘛面临球队交通车老旧需要汰换的任务。伫家长会、校员会、甲民代顾问等各界资源关注，这台造价190万，球队28年来全新的交通车将伊到位。18号举办捐赠仪式，要让这群小球员勇敢追求梦想，场面使人感动。集结各界的资源那我们家长会来募资，3个月达到64.7万。好，那这个过程其实很感动啦，因为大家也希望我们的国球的基层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站能够越来越扎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由衷的感激所有帮助我们安庆棒球队的这些相关的资源，谢谢。这次他们有提到说，交通车好像另外那一部更旧，必须要淘汰，有需要，那我就想说，既然要换就换好一点，就是对小孩子的交通会比较有保障，比较安全让小朋友可以比较安心的去比赛。关键赛当中，球队嘛以安南上勇的阵务来回馈，小小年纪的邓肯英以一棒选手林安可等学长的舞台作为目标努力。我未来想要打职棒，然后我要跟学长一样很厉害。然后我要更加努力练习。为了支持基层棒球前景，甲民间捐赠这台会当安全顺时4月精神的后盾，市长吴铁嘛到场表达敬意。感谢大家对于棒球的支持，因为大家对于棒球的热爱、坚持，所以我们校长、教练以及老师，大家还有我们选手们，大家的努力，才能打造一个很强的棒球队。伫政府甲民间协力，校方持续整合资源，因为伫后也阁有第2台车的需求，相信有关都有成功的一天。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起头是日本浮世绘的世言绘，也是俗称的肖像漫画。该漫画主要强调面顶五官的特色甲澎湃的表现。虽然台湾无像日本、韩国流行，不过却有一群粉丝。所以南区区公所特别邀请画家来办联展，目前正伫喜秋图书馆展出。这项4项肖像的漫画联展，目前正伫喜秋图书馆3楼来展出，总共邀请10位的画师来参展。画师拢是来自无同背景，
有大学的讲师、画室的老师、插画家，佮着文创艺品的创作者，日前举办开幕式，吸引未少喜意艺术的民众到场参加。其中画师张凯丽同工担任导览介绍，伊表示，虽然肖像漫画伫台湾无像日本、韩国这么流行，不过却有一群的铁粉。肖像漫画它在台湾并不盛行，它虽不大众，但是它很铁重。它就是将每位模特的五官特色，然后加以强化、美化或夸张化。肖像漫画在台湾还并不那么盛行，但是它在韩国以及日本或者是欧美，它都是非常的盛行的。然后借由喜树图书馆这一次的展览，让我们台南在地得以这样子的推广肖像漫画和民众互动。肖像漫画我们可以画照片，当然了，我们还是最主要的是推广就是与民众的互动，现场民众模特在现场，然后我们借由画笔，然后借由手绘或者是电绘，画出独一无二的肖像漫画。画师表示，试演会源自日本的浮世绘，甲着一般 Q 版或者是文青的试演会无啥同。肖像漫画主要强调五官的特色，以着五官的特征来做放大或者是夸张化。让人一看就认出漫画的人物。我画的是 NBA 的球星詹姆斯，然后他的五官的特色，我首先抓到的是他一个倒三角形，他的下巴非常的宽大，然后眉棱骨非常的高耸，然后再来就是他湖人队的球衣的颜色金黄色，那这样子五官再加上他球衣的颜色，大部分人就会联想到这个球星的神韵了。我的画风基本上都是比较幽默式的，对，你看我画的一些政治人物都是一件比较时事的，像是现在的选举哦，然后像是一些战争的总统，对，这就是我画图的题材。那基本上我的特征哦，就是比较 Q 版型的、可爱的。台湾画的这个应该算是人像速写啊，就是坐着都不能动，然后就是一坐就好一个钟头这样子。对，那风格是完全不一样。但是画那种人像速写，其实也是有很强的一些基本功力才有办法。那我们是比较走趣味性的，对，所以我们都会画一些可能鼻子很大啦。额头很大啦，或者是眼睛很小，都会把一些人物的特色把它放大或者是缩小。这届的展览推行起到10月30日，长达3个月，伫个喜秋图书馆3楼来展出。除了开幕当天邀请画师现场来作画，甲着民众互动。另外，伫个暑假期间，每礼拜日嘛有画师无定期来主馆，甲着民众交流。借此分享创作的历程，甲着画图的技巧，欢迎民众踊跃到场参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报你知，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对东南亚酸个咸的火山排骨、超大盘的海产饭，到日本式的沙西米船，这拢是知名餐饮集团所推出新的异国料理。不止分量大，嘛要用美食互民众来环游世界。目前拄好是因10周年纪念，所以全台湾14间餐厅拢联合推出限时优惠。无论是泰式酸辣火山排骨、菲律宾烤乳猪，还是整只美式烤火鸡，超巨大的西班牙海鲜饭与浮夸稻草烧生鱼片船，各式各样异国料理，分量惊人，风味道地，特别适合一群好友聚餐共享，拍照打卡也超吸睛，用美食就能环游世界。我们一直都有很特别的聚餐类型的大菜，那包含像那个有直径80公分的西班牙海鲜饭，然后我们还有那个超巨无霸的火山排骨，
烤肉，还有美式的烤肉盘，然后包含战斧啊，然后整副的乐牌。那这些大菜呢，其实一直都是在我们的各品牌里面的常驻菜单。那当然，10周年这个时候呢，想要特别展示一下，让大家知道说，欢迎大家聚餐的时候都能够来我们这边，然后去点这些大分量菜，然后去分享。然后让更多人，然后也可以吃到这样的美味，这样子。那你来 ABV 所有的系列，所有这8个品牌，你等于是环游世界一圈。迎接10周年，餐酒馆推出多项专属活动，包含寿星优惠、来电惊喜转盘、赖好友专属好礼等。不论是新旧顾客，只要到店里用餐，都有机会享有多重好康，让这个夏天吃得过瘾，玩得尽兴。那以现场活动部分啊，我们现在整个只要生日是7月，整个7月呢，寿星啊都来我们店里面可以有9折的优惠。那以及身份证如果同时有7又有3的话，那我们只要消费那一样就可以有指定的啤酒，然后免费送给你。那以及现场啊，我们还有轮盘的活动。那也就是说，当你用餐完然后结账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转轮盘看你的运气，你可以抽到73折、85折、95折，甚至还有我们的周边啊、开笔记等这些礼物。那其实这些的优惠呢，像刚刚讲的寿星的9折优惠，然后跟身份证的话，其实是可以同时并用的。那当然现在啊，我们 ABV 要做一个全台募集 ABV 好友的计划，那我们邀请大家呢加入我们 ABV 的赖好友。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首先获得8张8个品牌的料理的免费的兑换券。那其实这个料理的兑换券，你可以跟寿星的优惠，然后同时并用。从南洋到欧洲，从美洲到日韩，这家精酿餐酒馆用8大主题品牌串起世界美味版图。10年来坚持复刻道地料理，让台湾饕客不用出国也能品尝全球风味，享受美食的餐桌旅行。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一只一只造型古锥的烟哥鸟变成5花杂色的艺术作品，这是由新北市烟哥区阿泰道家文创协会所举办的创意展览。该创作对小学生到大人拢有，每一件拢展现出参赛者的卡书加生活观察，去袂少民众前往观赏。呼应新北市莺歌区的地标莺歌石，希望借由这场展览，让更多人认识莺歌。亚太陶艺文创协会在莺歌区公所举办了一场百鸟争鸣绘画文创展，吸引将近200件作品参赛。乍看都是莺歌鸟，但每一只的模样却大不相同。有的用色大胆，涂鸦童趣十足，也有画风细腻，连羽毛跟眼神都刻画得惟妙惟肖的作品。所以我号召隐喻是说，大家如果有一些有志去推广莺歌变成一个美学之都。那美学就是要大家去参与这个活动，所以就是说，很多艺术界的人不懂陶瓷，然后，如果能够有一些基金会或者说一些企业的赞助，我们把它活动奖金拉高，把活动的宣传做好，然后甚至去开发这些商品。我说我要开发衬衫，要开发伴手礼，这个都是要有厂商来配合。我们毕竟在我们陶瓷领域，可是其他领域必须要有志的这个企业端。或者是基金会或什么，或者善心人士，然后因为这种是公益活动，所以我们是期待把莺歌带向一个美学之都，因为有美术馆嘛，有陶博馆。这场文创展览是由刚创立的亚太陶艺文创协会所举办，展出的莺歌鸟更是来自全国民众的亲手创作，不仅充满各地的人文特色，更展现出艺术与莺歌的结合。那观光客其实很多来看一看就走，那我觉得很可惜，必须要买一个纪念衫或纪念品。我们到大学很多那种大学的纪念衫，或者那这个产值，大家不要小看它，这个是很大的产值。这个你到一个地方都要买一个伴手礼，那你衣服或什么的，你可能就我就亲友就买5、6件就出去了，而且也可以增加认同感。对，然后穿这个莺歌鸟的衬衫到处去宣传，这个是莺歌鸟，然后大家就会希望来，就比较能够是。想来莺歌嘛，因为你把莺歌推广。对，就是莺歌一个吉祥鸟的概念，对，大家就会喜欢来莺歌。那莺歌也一直在成长，这个当中刚好捷运啊，再加上新北市立美术馆的带动，所以我希望把这边的弱势变成强势。展览地点设在莺歌区公所6楼，即日起到7月10号开放参观。执行长杨乃汉表示，希望民众能来走一趟，感受百鸟争鸣的创作活力，在艺术中找回对生活的美好想象。记者施凯文新北采访报道。生日时，你给你送鸡卵糕吗？
高雄市有一间造型的馒头店，不止推出的色彩玫瑰花加动物形体馒头，也有设计真特别的鸡卵糕造型，希望成为生日送礼新的选择。生日可不只有蛋糕能庆祝，蛋糕造型的馒头也很特别。只见烤盘上整齐摆放着各式馒头，不仅颜色缤纷，造型更是亮点。还有小朋友最爱的动物造型馒头，多样化的款式也成了现在庆生的热门选择。我们这些蛋糕啊，我们这些产品就是因小朋友客群哦，现在听亲子。因为我们还有办一些亲子体验的活动，然后在这过程里面呢，很多妈妈就发现说，我们的产品很适合呢，在幼儿园庆生的时候呢，小朋友庆生的时候可以拿来使用。所以我们这些像那个蛋糕的造型，还有像那个小动物的造型，还有像皮卡丘这些造型，就是小朋友因为要庆生，所以他们呢要分给他们自己的同学，然后做了非常多这些产品。所以我们目前在幼儿界还算蛮有名的一个热销的一些产品，就是这些造型馒头的部分。2022年，我们玫瑰花呢得到网络声量第1名，进入那个10大网络名店的排行，就是玫瑰花馒头是帮我们创造出来。目前我们是以基础色5色为主，就是黄色呢就是用南瓜用南瓜的泥去做的，然后红色呢就是那个红曲。然后白色是鲜奶，然后那个黑色是我们用竹炭粉去做的，然后另外那个绿色就是抹茶粉，这主要。那其他我们还有发展出其他的不同的颜色，像芝麻粉做出来的灰色，然后还有紫玉做出来的紫玉色。有着漂亮外观的玫瑰花馒头，从用料到制作过程丝毫不马虎，更以各式食材研发出多款口味，让客人不仅吃得开心，也拍得高兴。而这些以手工做出造型的馒头，背后更有温馨故事。一开始我们主要是为了我们癫痫病友的一个就业，我们本身是一个癫痫协会，然后在处理癫痫病友的一些权益跟倡导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就业呢反而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的所在，所以我们才会成立这个包子铺。我们在那个2023年，我们得到世界国际的 BCN 的社会创新的第5名，全世界来自52个国家。285个团队，我们得到全世界第5名。所以，我们这一家店呢，并不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卖包子馒头的店，而是一个有温暖，而且呢，让身障者呢可以独立自立生活的一家店。原先为了帮助他人能得以就业生存的小店，如今也因为用心的美食，成了网络上的知名馒头店，成功让这份善心得以延续。记者魏国庆、李品荣高雄报道。感谢收看7月18号的中港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
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严重，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